这个中央来开放到18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做疫苗的针剂，但是剂量有限，有时阵阁无一定会有剩针剂，所以民众伫咧现场排队，真会安尼讲等啊等，等到尾啊煞等无通做。所以台中市政府今仔日开放红网络预约来做针剂，这个预约到等一个5点为止。结果早起9点一个开放，瞬间引入着超过1万人要来注文。这个网站未砍折，超载大档机，民众是真压哀哦。讲参要预约做一个针剂，竟然嘛这么困难。我无叮当，但是进不去了，完全进不去。透早9点一到，台中市主疫苗针剂网站直接小道，卡掉啊，卡住了啦。除了手机的网站，连电脑的网站拢走袂叮当。台中市健康会建立网站，开放予民众上网登记驻村的疫苗。时间一到，网络小道，卡1点半钟，要是无人登记成功，都没有东西也进不去，卡住。我就没有连上啊，我在这边来找啊。民众气甲真食力，里长的办公室嘛接到真侪电话。输入资料后啊，什么都基本资料都输入完毕后，点入后发现还是进不去。台中市政府应该在这个预约的一个系统啊，应该要做好。健康会讲，因为申请的时阵有超过1万人做伙入去，造成系统无法度负担。嘛提醒民众莫紧张，因为这个系统唔是先抢先赢。我们的登记不是以登记的顺序来决定，所以是到下午1点之前完成登记之后，我们会再用乱数排序。健康会讲，唔是愈早登记就会使愈早注射，系统的设定是透早9点到下晡1点。唔管你是倒一个时间注文，拢要是要经过抽口啊。所以呼吁大家莫抢伫同一个时间注文，避免因为流量伤大，电脑走袂去，电脑无法度登记。